不用这么垂头丧气的，学校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不会有拍摄画面泄露。你和那个球是一波的吧？什么球？艺能基金会，林雪。原来是艺能基金会啊！是你的中二病吧？看在她漂亮的份上，就配合一下她吧。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刚才人体自燃是你干的。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少给我装蒜！我想起来了。我出门忘关煤气了，我先回去一趟啊。既然这样，我就没必要保护你。我需要保护？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。异能者要是被我们以外的人发现，应该会被研究一阵子吧？研究？我又不是异能者啊！那最好，反正后果已经告诉你了。告辞。等一下，如果我是异能者的话，成为基金会的一员，我会保护你的。那个，我走吧，陈军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？快跟上！来了。